WiFi 嘅記者招待會，唔知台下嘅傳媒有冇啲咩問題想提問呢？唔知你哋 WiFi 內閣來如果成為咗學生會之後，會為我哋同學提供啲乜嘢嘅服務呢？經過我哋候選內閣 WiFi 一番商討之下，我哋發現普遍同學都有使用微波爐嘅需要，於是我哋決定為同學爭取增設微波爐，以滿足同學嘅需要。為咗秉承物盡其用嘅精神，我哋 WiFi 將會喺來年為大家推出二手珠回收服務，目的係減輕師弟妹嘅負擔，並且充分利用資源。相信唔少嘅同學喺落雨嘅時候都有唔見得帶遮嘅經驗，但係天有不測之風雲，我哋 WiFi 咧將會喺來年為同學提供雨傘借用服務。相信咧有唔少同學咧都有喺淘寶買嘢嘅習慣，但係咧運費咧運落嚟香港咧又好貴喎，所以我哋喺 WiFi 咧決定喺來年咧為大家提供淘寶集運服務。最後我哋都會為同學提供集體文具訂購服務，去幫助同學嘅。今日嘅記者招待會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。